最多人反糖糖，隨時車毀人亡。CY 好鬼風騷喎。在我嚟講，我覺得無論係班子又好，或者係施政嘅理念同埋主張都好咧，我哋應該係能夠盡量咁求同存異。心情靚爆嘅佢，琴日最後一次出席行會午宴，正式入閘同糖糖練過，仲話冇俾北京勸退過。我哋委託港大做嘅民意調查，25% 人反對糖糖做特首，係咁多個疑似候選人排第一㗎。鬼咩？糖糖成日語無倫次，日日調調揈，揈到依家都未宣佈參選，梗係神憎鬼厭啦。至於 CY 得7.6% 反對佢做特首，咦？似乎洗底成功喎。唉，不過呢個欽點選舉嚟，民意係浮雲嚟嘅 ，CY 唔好咁開心住啊！查實你之前都跣過香港唔少次，當年佢哋 sell 85000，點知撞咗個金融風暴，搞出一大班負資產，之後仲要 A 字膊話政府集體決定喎。唔止㗎，當年6.4佢咁講，中國政府咧喺事前作嘅承諾，後來咧都一一落空，包括不秋後事串賬，包括軍隊唔係用嚟對付學生，仲登埋廣告譴責中共屠城。但係冇耐之前竟然，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要攞諾貝爾和平獎，我有一點係唔係好明白嘅，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？喂，好似係鄧小平落 order 鎮壓㗎噃，加埋佢俾人踢爆佢係地下黨員，背景紅卜卜，佢就怕工人指鹿為馬，有啲此地無銀啫。